你有冇聽過一句好殘忍嘅說話？女人40豆腐渣，呢句話流傳咗幾十年，好多女人聽完之後心都涼半截。但係我今日要話你知，呢句話唔單止錯，而且錯得好離譜。古人研究已經幾千年，從嚟冇話過女人嘅美係得嗰10幾年青春，恰恰相反，已經入面講陰陽消長，萬物都有佢嘅節奏。女人嘅美根本就唔係一條直線向下跌嘅。你睇下身邊嗰啲真正活得好嘅女人，40歲、50歲甚至60歲，佢哋嘅樣未必後生，但佢哋企喺度，你就覺得舒服，覺得有光。呢種嘢後生女仔係學唔嚟嘅，因為嗰種氣質唔係化妝品堆出嚟，係歲月磨出嚟嘅。咁到底係咩令到一個女人可以越老越耐睇呢？我研究咗好耐，發現嗰啲歲月打佢唔敗嘅女人身上都藏住5個好習慣。呢5個習慣每一個都有古人智慧做根基，你中到3個以上真係好犀利。我哋先講第一個，好多人以為一個女人老咗最先衰嘅係皮膚，係身材。其實唔係，一個女人最先衰嘅係情緒。你試下回想身邊有冇呢種人，動不動就發脾氣，一啲小事就嬲到面都紅，或者成日喺度怨天尤人，覺得全世界都對佢唔住。你觀察下呢種人係咪老得特別快，面上嘅皺紋特別深，個人睇落去比實際年齡大好多。呢個唔係巧合，係有道理嘅。中醫入面有句講法叫做怒傷肝、喜傷心、思傷脾、悲傷肺、恐傷腎。5種情緒對應5臟，你情緒一失控，臟腑就跟住亂，氣血就跟住倒，氣血一倒，面色就暗，眼神就散，成個人嘅精氣神就冇晒。你話咁仲點會靚？你留意下嗰啲真正有氣質嘅中年女人，佢哋唔係冇脾氣，而係識得控制，該忍嘅時候忍得住，該放嘅時候放得低。佢哋唔會因為老公一句唔中聽嘅說話就鬧到成屋震，亦都唔會因為同事背後講佢壞話就氣到食唔落飯。佢哋知道情緒一旦失控，最先受傷嘅一定係自己。你見過幾多女人因為一次嬲怒講錯咗一句說話，搞到同至親反面？你又見過幾多女人因為長期嘅情緒壓力，搞到自己病倒？情緒呢樣嘢，你以為你喺度發洩，其實你喺度消耗自己嘅福氣。古人講一念親心起，百萬障門開。你發一次脾氣，身體嘅陽氣就散一次，陽氣散得多，人就容易面色暗淡，精神不振。好多女人明明冇乜大病，但成日覺得攰，覺得冇精神，好大可能就係情緒耗損太多嘅結果。道家講上善若水，水嘅特性係自由，但自由嘅嘢反而最有力量。你睇下石頭硬唔硬，但水滴石穿；鋼鐵強唔強，但洪水一嚟乜都沖走。呢個道理放喺女人身上一樣的人。你唔需要去同人硬撼，唔需要聲大夾惡，你只需要穩住自己嘅心。時間一長，呢種穩定就會變成你嘅氣質，而氣質呢樣嘢係歲月偷唔走嘅。有啲人會問，咁我有情緒點算？唔通要我憋住唔出聲？當然唔係，情緒管理唔係叫你冇情緒，而係叫你有分寸。咩叫分寸？就係你知道咩嘢值得你動氣，咩嘢唔值得。你知道喺邊個面前可以傾訴，喺邊個面前要收住。你唔會將自己嘅情緒當做武器去傷人，亦都唔會將情緒當做籌碼去要引人。呢種分寸感，年輕嘅時候好難做到，因為年輕人總覺得情緒宣泄就係真性情，但真正嘅修養係喺情緒翻騰嘅時候。你仲可以穩住自己，呢個先至叫做真功夫。中國有句老話
叫做相由心生。你心入面裝住咩，就會喺面上顯示出嚟。一個長期情緒穩定嘅女人，面上一定係舒展嘅、柔和嘅，佢嘅眉頭唔會斜長企，就住嘴角唔會長期向下屈。佢行入一個房間，你會覺得成個空間都靜咗落嚟，唔係因為佢好嚴肅，而係因為佢好安定。呢種面相唔係靠打針填充做出嚟嘅，係靠日積月累嘅心性修養出嚟嘅。所以古人話養心即養顏，呢句話係千真萬確。一個女人最好嘅護膚品唔喺化妝台上面，而係喺佢自己嘅心入面。第二個習慣講嘅係生活嘅秩序感。你有冇去過一啲人嘅屋企，一入去就覺得好舒服，唔一定係幾大幾豪華，但就係乾淨企理，每樣嘢都擺喺佢應該喺嘅位置。窗台放住一盆綠色植物，台面乾乾淨淨得一杯茶、一本書。然後你又去過另一啲人嘅屋企，一入去就覺得好壓迫，嘢堆到周圍都係，台面亂七八糟，地下踩到嘢。你會發現住喺第一種屋企嘅女人，通常精神狀態都比較好。住喺第二種屋企嘅女人，往往成日覺得攰，覺得煩，做乜都提唔起勁。呢個唔係偶然嘅，風水學入面有個好基本嘅概念，就係氣場。一個地方嘅氣場好唔好，首先睇佢整唔整潔。你屋企亂，氣就散，氣一散，人就容易心浮氣躁，做嘢冇頭數。你屋企乾淨，氣就聚氣一聚，人就容易安定踏實，腦袋清醒。呢個道理好簡單，但好多人就係做唔到。好多女人忙到飛起，屋企越嚟越亂，衫越堆越高，碗碟擺到成個洗碗盤都滿晒，但佢總係話遲啲先執。呢個遲啲就變成咗永遠。一個女人如果生活完全冇秩序，食飯冇定時，瞓覺冇規律，屋企長期亂到不得了，咁佢嘅身體同精神都會跟住亂。反過嚟講，一個女人如果可以將自己嘅日子打理得有條有理，唔使幾豪華，但有自己嘅節奏，呢個女人就會散發出一種好穩定嘅氣場。老子講過一句話，叫做居善地，心善撚。住嘅地方好，心就會沉靜。呢度嘅好唔係話住豪宅，而係住得舒服，住得整齊。你將屋企打理好，其實就係將自己嘅心打理好。你將日子安排好，其實就係將自己嘅命運安排好。唔好睇小呢啲生活度事。一個人嘅運勢好多時候就係從呢啲細節度開始轉嘅。屋企亂嘅人心都亂，心亂嘅人做嘅決定都容易出錯，一步錯，步步錯。呢個就係古人講嘅履霜見冰至。你踩到傷嘅時候就要知道冰痛嘅日子就快嚟啦。細節唔處理好，大問題遲早會出現。中醫入面有句話叫正氣存內，邪不可干。咩叫正氣？正氣就係你身體入面嘅正能量。你生活有規律，飲食有節制，作息有定時，你嘅正氣就足。正氣足嘅人唔容易病，唔容易攰，面色紅潤，精神飽滿。你話咁嘅女人會唔耐睇？一定耐睇。你見過啲阿姨啊，60-70歲，但行路帶風，面色紅潤。你問佢秘訣係咩？佢就係話每日幾點起身，幾點食飯，幾點散步，幾點瞓覺，幾十年如一日，冇乜特別嘅秘方，就係生活有規律。呢個就係最簡單但最有效嘅養生之道。你以為養生一定要食蟲草、飲燕窩？唔使嘅。最好嘅養生就係早起早瞓，3餐定時，屋企整潔。呢啲嘢唔使花錢，但效果比乜嘢補品都好。因為你嘅身體有自己嘅節奏，你順住佢嘅節奏嚟，佢就會回報你；你逆住佢嘅節奏嚟，佢遲早會向你抗議。所以話
生活嘅秩序感唔係強迫症，亦都唔係執到盡，而係你對自己嘅日子有個基本嘅尊重，飯要好好食，覺要好好瞓，屋要定期執，呢啲嘢睇落去好勞碎，但堅持落去就係中年女人最頂級嘅自律。日子有章法，人就有底氣，呢種底氣會令到你企喺人群入面穩穩陣陣，唔慌唔忙，自然就有一種令人信服嘅氣質。第三個習慣，我覺得好多女人最需要學嘅就係對自己溫柔。你有冇發現好多女人一輩子都喺度為人哋活，細個嘅時候為父母活，聽話做個乖女，結咗婚為老公活，事事遷就，有咗小朋友為仔女活，乜嘢都擺佢哋第一，到頭嚟佢為自己活過幾多日，好少而更加殘忍嘅係佢哋唔單止為人哋活，仲要不斷苛責自己，嫌自己唔夠靚，嫌自己唔夠瘦，嫌自己唔夠能幹，嫌自己做得唔夠好，日夜夜喺度自我否定、自我折磨。呢種內耗係最傷人嘅，佢好似一條隱形嘅氣，跟住你嘅手腳，令你動彈不得。易經入面有個卦叫做姣卦，姣嘅意思係月，就係喜悅無卦對應嘅自然現象係澤，就係湖水。湖水嘅特點係咩？係安靜、清澈、潤澤萬物。你試下想象一個平靜嘅湖，微風吹過，水面泛起漣漪，四周嘅山色都倒影喺水中，天光雲影共徘徊。呢個畫面靚唔靚？靚。點解靚？因為佢自在從容，唔勉強。湖水唔需要去模仿海嘅波濤壯發，亦都唔需要去追趕河嘅奔流不息。佢就係靜靜地做自己，反而成為最動人嘅風景。武卦教我哋嘅就係悅己嘅智慧。一個女人首先要識得令自己開心，先至能夠令身邊嘅人開心。你成日苦住塊面，成日覺得自己好慘，你身邊嘅人壓力都好大。反過嚟講，你對自己好啲，買杯中意嘅茶，睇一本想睇好耐嘅書，行一條之前冇行過嘅路，抑或喺窗邊坐一陣聽下。雀仔叫，你嘅心情好咗，成個人嘅狀態就唔同。佛家入面有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叫做慈悲。好多人以為慈悲就係對人哋好，其實唔係。真正嘅慈悲，首先係要對自己好。你連自己都唔愛惜，你又點會真正懂得愛惜人哋？你連自己都苛責到不得了，你對人哋嘅所謂好，好多時候只不過係一支種壓抑之後嘅討好。你以為你好偉大，乜嘢都犧牲自己成全人哋，但其實嗰啲人未必真係需要你嘅犧牲，而你自己就已經遍體鱗傷。中醫角度嚟講，內耗係最傷氣血嘅。你成日嬲自己，嫌棄自己，後悔過耗嘅決定，呢啲負面情緒會令到你嘅氣機鬱結，血液循環唔順暢，整個人就會顯得灰暗憔悴。一個長期自我苛責嘅女人，你睇佢嘅面色就知暗黃冇光澤，眼底下有深深嘅黑眼圈，成個人好似俾啲嘢壓住咁。反過嚟講，一個學會咗接納自己嘅女人，佢嘅心態係放鬆嘅，呼吸係順暢嘅，氣血流通自然好。你會發現佢成個人都散發住一種好舒服嘅氣質，就係而家後生仔講嘅鬆弛感。呢種鬆弛感係一種好高級嘅美，佢唔需要你着幾貴嘅衫，唔需要你化幾靚嘅妝，佢只需要你放過自己，允許自己唔完美，接受自己有做得唔好嘅時候，唔好時時追求100分。人到中年最大嘅智慧唔係變得更強，而係學會放下，放下對自己嘅苛求，你反而會變得更加迷人。因為嗰份從容，嗰份自在係裝唔出嚟嘅。我講一個令我好深刻嘅事，以前有個女人，年輕嘅時候自己做得好犀利，
乜嘢都要攞第一，但佢嘅面相好強緊，眉頭永遠皺住，笑起上嚟都好勉強。後來佢經歷咗一場大病，人生好似重新洗牌。病好之後，佢成個人都變咗，佢開始行山種花，學書法，唔再追求乜嘢都做到最好，而係學識欣賞自己已經做到嘅。你猜下，佢反而變得越來越靚，身邊嘅人都話佢成個人好似發光咁，比年輕嘅時候更加有魅力。點解？因為佢終於唔再同自己打仗，一個唔再內耗嘅人，能量自然就會向外散發，嗰份光芒係歲月帶唔走嘅。講到第四個習慣，就係說話有溫度，做事有邊界。你有冇試過同一個人傾偈，佢每句說話都令你好舒服，佢唔會咄逼人，亦都唔會卑躬屈膝，佢該讚你嘅時候真心讚你，該提醒你嘅時候溫和，提醒佢唔會為咗討好你而委屈自己，亦都唔會為咗顯示自己而踩低你。呢種人，你同佢相處嘅時候會覺得好自在。呢個就係說話有溫度嘅意思。你仔細諗下，呢種人係咪通常都係中年以上嘅女人？年輕嘅時候好難做到呢點，因為年輕人講嘢總係衝口而出，好嘅壞嘅一股腦兒就倒出嚟。要修煉到說話有溫度，係需要歲月嘅沉澱。易經入面有個卦叫做巽卦，巽嘅意思係風，風嘅特點係咩？風可以無孔不入，可以突透到每一個角落，但佢唔會強行破壞任何嘢。佢係一種溫和而持續嘅力量，你感覺唔到佢嘅存在，但佢已經改變咗周圍嘅一切。一個女人說話嘅方式，如果可以做到巽卦嘅境界，入耳而唔刺心，柔軟而唔軟弱，咁佢嘅人緣一定好好，佢嘅影響力亦都會越嚟越大。好多人以為影響力要靠大聲講嘢先有，其實唔係。真正持久嘅影響力係潤物細無聲嘅。你大聲鬧人，人哋可能當時驚咗你，但心入面未必服。你溫和咁講道理，人哋可能當時冇乜反應，但日後慢慢會記住你嘅說話。孔子好重視說話嘅分寸，佢講非禮勿言，又講言必有中。咩叫有中？就係講嘅嘢要中肯中道，唔偏左，亦都唔偏右。你唔會為咗討好人就講假話，亦都唔會為咗逞一時之快就講傷人嘅話。你講出嚟嘅每一句說話都係經過心嘅過漏嘅。呢種能力年輕人好難做到，因為年輕嘅時候總覺得有啲嘢一定要講出嚟先痛快，但到咗中年你就會明白，好多嘢講咗出嚟痛快嘅，只有嗰一秒後悔嘅卻係好多日。舌頭雖然冇骨，但佢傷人嘅時候比刀仲利。但有溫度唔等於冇底線，呢個好重要。好多女人嘅問題就係太過遷就人，乜嘢都答應，乜嘢都忍。老闆叫佢加班，佢就加；親戚問佢借錢，佢就借；朋友揾佢幫手，佢從來唔識講唔好。日子一長，人哋覺得你好欺負，你自己就越來越委屈。你心入面積壓住一肚子嘅氣，但面上仲要扮笑。呢種人睇落好善良，其實係對自己好殘忍。真正有智慧嘅女人係識得講唔好嘅，佢拒絕你嘅時候唔會令你難堪，但佢會好清楚咁表達自己嘅立場。佢唔冷漠，亦都唔討好，唔咄咄逼人，亦都唔一味忍讓。呢種狀態睇落好溫和，但其實好有力量。因為佢好清楚自己要咩唔要咩，邊條線可以退，邊條線唔可以退。你留意下嗰啲真正令人尊重嘅中年女人，佢哋講嘢從來唔會好大聲，但佢哋每一句說話都有分量。佢哋唔需要靠發脾氣去證明自己嘅權威，亦都唔需要靠討好去維繫關係。
佢哋嘅存在本身就係一種令人安心嘅力量。呢種力量從邊度嚟？就係從佢哋長年累月修煉出嚟嘅分寸感，知道幾時該有，幾時該剛，幾時該進，幾時該退。呢種進退有道嘅能力係中年女人最強嘅武器。你唔需要鬥大聲，唔需要鬥激烈，你只需要穩穩陣陣咁守住自己嘅位置。呢種清醒嘅邊界感，時間一長，會令到所有人都對你另眼相看。最後一個習慣，亦都係我覺得最重要嘅，心裏面要有熱氣，眼裏面要有盼頭。你知唔知道一個女人最大嘅魅力係咩？唔係靚，唔係有錢，唔係能幹，而係生命力。乜嘢叫生命力？就係佢對生活仲有熱情，對將來仲有期待。佢唔係冇經歷過風雨，唔係冇受過傷，但佢經歷完之後，心入面嗰團火仲喺度。呢種女人，你一見到佢就會覺得好舒服，好有活力。佢唔係刻意去表現自己咩朗，而係佢骨子裏面就散發住一種溫度。嗰種溫度你行近佢就感受得到，好似冬天企喺一個火爐旁邊，唔使佢做乜嘢，你已經覺得暖易經入面嘅離卦講嘅就係光明。離卦對應嘅自然現象係火，火嘅特性係咩？係向上，係光明，係溫暖。一個內心有火嘅女人，佢嘅眼神係亮嘅，佢嘅笑容係暖嘅，佢成個人都散發住光。你見過啲老人家雖然年紀好大，但眼睛入面仲有光㗎嘛？嗰種光唔係年輕嘅鋒芒，而係一種經歷過人生之後沉冚落嚟嘅溫暖。呢種光比任何外在嘅漂亮都更加打動人。道家有個概念叫做守一，就係守住你心入面嗰一點真火。人到中年最容易出嘅問題，唔係身體衰老，而係心涼。你見得多，經歷得多，失望得多，慢慢咁你就對乜嘢都冇感覺，乜嘢都提唔起勁。返工好似行屍走肉，放假又唔知做乜好，就係癱喺度碌手機。呢種狀態係最危險嘅，因為心一涼，氣就散。氣一散，成個人就好似泄咗氣嘅氣球，再靚嘅皮囊都撐唔住。你見過啲人明明年紀唔大，但成個人好似冇咗靈魂咁，眼神空洞，面無表情。呢種人唔係老，係心死。但你留意下，嗰啲越老越有魅力嘅女人，佢哋心入面一定有嘢支撐住，可能係養花，每日早晨起身淋下水，收黑兒，睇住朵花一日日開放，心入面就有一份少少嘅歡喜。可能係讀書，每晚瞓覺之前睇幾頁書，喺文字入面揾到共鳴，就覺得自己冇咁孤單。可能係行山，每個禮拜行一次山，出一身汗，睇下遠處嘅景色，心就開闊咗。甚至只係認認真真咁煮一餐飯，研究下新菜式，或者喺公園度慢慢散步，感受下微風吹過面邊嘅感覺。呢啲嘢好細微，但就係呢啲細微嘅嘢，令到佢哋嘅日子有溫度、有質感。中醫入面有個講法叫做神。乜嘢係神？就係你嘅精氣神，你嘅生命力。一個人有冇神，你一眼就睇得出。有神嘅人，眼睛係亮嘅，面色係紅潤嘅，行路係有力嘅，講嘢係有感染力嘅。冇神嘅人，眼睛係暗淡嘅，面色係灰黃嘅，成個人都好似醃咗嘅菜咁，趴喺度起唔到身。而養神嘅方法唔係食幾多補品，做幾多護膚，而係你心入面有冇嘢值得你期待。一個對將來仲有盼頭嘅女人，佢嘅神自然就足，因為佢有動力去迎接每一日，有理由去好好過每一日。你會問，人到中年仲有咩好盼㗎？日子唔就係咁嗎？返工、做飯、搣仔、瞓覺，日復一日。但係你知唔知，
正正係因為你覺得日子唔就係咁，所以你先至需要喺平凡入面去揾到唔平凡。你唔需要做乜嘢驚天動地嘅事，你只需要認真咁對待你眼前嘅每一日，認真咁煮一餐飯，認真咁行一段路，認真咁聽一首歌，認真咁睇一場日落。當你開始認真咁對待生活嘅時候，生活就會認真咁回報你。呢個唔係雞湯，係實實在在嘅道理。你對生活敷衍，生活就對你敷衍；你對生活用心，生活就會俾你驚喜。易經入面有句話叫天道酬勤，你用心去做嘅每一件事，宇宙都睇得到。唔好以為你認真煮一頓飯冇人知道，你嘅身體知道，你嘅家人知道，你自己嘅心知道。呢啲微小嘅用心累積起嚟就係你嘅福氣。古人有講法好有意思，佢話人嘅一生可以分做3個階段：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，見山不是山；見水不是水，見山還是山，見水還水。年輕嘅時候，你睇乜嘢都覺得新鮮，乜嘢都想試，呢個係見山是山。到咗中年經歷多咗，你開始質疑好多嘢，覺得好多嘢唔係你想象中咁美好。人心險惡，世態炎涼，你見到嘅都係失望同無奈。呢個係見山不是山，但到最後，如果你修煉得夠，你會進入第3個階段，你終於明白山還是嗰座山，水還是嗰道水。但你嘅心已經唔同咗，你帶住所有嘅經歷同智慧重新去睇呢個世界，你會發現每一座山都有佢嘅美，每一道水都有佢嘅韻味。陽光仲係嗰個陽光，但你感受到嘅溫暖比以前更深。呢個就係見山還是山。而一個越老越有魅力嘅女人，就係行到咗第3個階段嘅人。佢唔會再天真，但佢仲有熱情；佢唔會再盲目，但佢仲有期待；佢唔會再衝動，但佢仲有活力。呢種經歷過風雨之後仲能夠保持嘅生命力係最珍貴嘅。佢唔需要去同任何人比較，因為佢已經唔喺嗰個比較嘅遊戲入面。佢活嘅係自己嘅日子，行嘅係自己嘅路。呢份篤定同從容，令到佢散發出嚟嘅光芒比年輕時候更加耀眼。5個習慣，你聽完可能會覺得聽落都唔係好難做嘅嘢喎。冇錯，每一個習慣聽落都好簡單，控制情緒，打理生活，善待自己，好好說話，保持熱情。但係簡單嘅嘢往往最難堅持。你想下，你識幾多個人可以真正做到情緒穩定？你識幾多個人嘅生活係真正有秩序嘅？你識幾多個人係真正懂得對自己好嘅？5個入面中到3個已經好犀利，因為呢5個習慣背後其實就係古人所講嘅修身，中國嘅古典智慧。從儒家到道家到佛家，萬變不離其中嘅核心就係2個字：修身。你嘅身心修好咗，你嘅命運就會跟住轉。呢個唔係迷信，係實實在在嘅道理。你情緒穩定咗，你嘅決定就唔會衝動嗰啲，因為衝動做錯嘅事就會少好多。你生活有秩序咗，你嘅健康就會好啲，精神就會足啲，做嘢嘅效率就會高啲。你對自己好咗，你嘅內耗就會少，你嘅能量就可以用喺真正重要嘅嘢上面。你說話有分寸咗，你嘅人際關係就會順暢好多，貴人就更加容易出現。你保持住生命力，你嘅運勢就會跟住旺。因為運氣呢樣嘢最中意揾嗰啲有精氣神嘅人。你睇下呢5個習慣連埋一齊，其實就係一套完整嘅人生修煉法門。所以你睇下呢5個習慣，表面上係講女人點樣保持魅力，實際上講嘅係女人點樣修煉自己。而修煉呢回事唔係一朝一夕嘅事，
係一日一日慢慢累積嘅。你今日控制住咗一次脾氣，你就進步咗一步。你今日將屋企執整齊咗，你就進步咗一步。你今日對鏡頭笑咗一下，對自己講咗一句你已經做得好好，你就進步咗一步。你今日溫和咁拒絕咗一個唔合理嘅要求，你就進步咗一步。你今日認認真真咁欣賞咗一朵花，你就進步咗一步。呢啲進步好細微，但積少成多，量變就會產生質變。千祈唔好覺得自己太遲。好多人到咗40歲、50歲就覺得人生差唔多啦，冇乜嘢好改嘅。呢種想法大錯特錯。其實修身呢回事，任何時候開始都唔遲。你睇下好多真正活得精彩嘅女人，佢哋嘅轉變往往就係發生喺中年之後，因為年輕嘅時候太忙太衝，太多嘢要追，冇時間停落嚟好好睇下自己。但到咗中年，塵埃慢慢落定，你終於有機會回到自己身邊，重新認識自己。呢個時候先至係真正修煉嘅開始。40歲唔係終點，係另一段旅程嘅起點。就好似易經講嘅陰陽輪轉，冬天過後就係春天，黑夜過後就係黎明。你覺得自己嘅青春已經過後唔緊要，另一種更深沉、更持久嘅美正在你身上慢慢綻放。你要做嘅就係俾佢足夠嘅養分。呢5個習慣就係最好嘅養分。有位國學大家講過一番話，福向淡中求。呢句話好簡單，但好深。乜嘢叫淡？就係唔爭、唔搶、唔急、唔躁，以一顆平常心做人，淡淡咁過日子。花開嘅時候享受，花開花落嘅時候欣賞。花落呢種心態聽落好消極，其實一啲都唔消極。因為能夠做到淡嘅人，一定係經歷過好多起起落落，最後先至明白到人生最大嘅幸福唔係擁有幾多，而係你嘅心夠唔夠安定。淡嘅背後唔係空，而係經歷過繁華之後嘅從容。呢種從容係一個女人最迷人嘅底色。你唔需要向全世界證明你幾犀利，你只需要安安靜靜咁做好自己嘅事。嗰啲真正值得你嘅人自然會睇到你嘅好，而嗰啲睇唔到你嘅人，你亦都唔需要去迎合佢哋，淡然處之，自有清風明月相伴。一個女人越老越有魅力，從來都唔係突然發生嘅，佢係靠住呢5個習慣，一日一日、一年一年咁積累出嚟嘅。呢啲年嚟，佢將脾氣磨順咗，將生活理順咗，將內心安頓好咗，將說話嘅分寸拿捏準咗，亦都將心入面個團火守住咗。呢啲嘢旁人未必睇得到，但佢自己知道，佢比以前更加通透，更加自在，更加篤定。佢唔需要向任何人證明自己，因為佢嘅存在本身就係最好嘅證明。所以話歲月從來唔會敗美人，歲月敗嘅係嗰啲冇修養、冇節制、冇自省嘅人。而一個願意修煉自己嘅女人，歲月只會令佢越嚟越耐睇，因為皮膚可以老，身材可以變，但氣質唔會老，智慧唔會變。當一個女人嘅內在修為去到一定嘅境界，佢成個人就會散發出一種好特別嘅光芒。呢種光芒唔似年輕時候嗰種灼灼其華嘅上芒，而係一種經歷過風雨之後沉淡落嚟嘅溫暖。你行近佢就會覺得好舒服、好安心。呢個就係一個女人最高級嘅美。你唔使急，唔使焦慮。中年之後最好嘅狀態唔係贏過邊個，而係日子過得唔慌唔忙，心入面有光。邊個話40歲就係豆腐渣？40歲可能先係你真正開始發光嘅時候。慢慢嚟做好呢5件事，你會發現自己正在成為一個好耐睇嘅人。而呢種耐睇
唔會隨住歲月褪色，只會越嚟越靚。呢個世界從來唔缺靚人，缺嘅係有底能、有溫度、有光嘅人。如果你今日聽完呢番說話，心入面有一啲觸動，咁就從今日開始揀一個習慣去做，唔使5個一齊嚟，揀一個就夠。因為一個習慣帶動另一個改變帶動另一個改變，慢慢咁就會匯成一股力量。到嗰陣，你回頭睇下自己行過嘅路，你會好慶幸自己曾經喺某一日決定咗要對自己好啲，對日子用心啲，歲月不敗美人。記住呢句話，因為美人之所以係美人，唔係因為佢哋唔會老，而係因為佢哋老得有底能、有風骨、有味道。而呢種味道就係靠呢5個習慣一點一滴養出嚟嘅。你願唔願意做呢種人？如果願意，咁就從今日開始，你嘅歲月有你自己話事。